OK，咁話說咧，今日直播咧就收到啲消息啦，咁都知你哋香港係出咗事，咁嗰人都好忐忑啊，覺得因為嗱好奇怪嘅，即係我即係我移民咗即係4年啦，即係你話我係完全對香港嘅事完全唔上心唔理咧，又唔係喎，都成日睇香港嘅新聞。總之我哋移咗英嘅人咧，其實就兩邊睇嘅啲新聞。又睇香港，又睇英國嘅。我諗，但係好多人留喺香港嗰啲人就唔睇英國嘅新聞啦。咁我哋移民呢個 BNO 呢個族群咧，因為我哋好得意嘅。你話好本地嘅新聞我哋會睇，但係唔會話特別關心，即係好入咯唔會好入。反而就係分一半嘅注意力會留意香港嘅新聞，成日都係咁樣。咁咧就當然啦，就係最近呢2日啦每日都平均有4個啦，即係都移民不過移民去地府即係咁。咁即係會發生咩事咧？究竟香港我成日即係都想扮演金田一嘅角色去拆解香港呢個究竟呢個連城鎮究竟做乜春嘢咧？係嘛？即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咧？係嘛？都嘗試咧會將所有嘅 case 連埋一齊咁樣。咁但係發覺咧就係去查呢個事件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發覺係冇一個標準嘅係而家問題係而家你咁多人移民去地府咧，係一個集體嘅潛意識。但係最慘咧就係在地嘅人，而家香港嗰啲人唔敢去做，唔敢去理，唔敢去提，因為你提親或者探討。會唔會涉及一個叫做唱衰香港或者係誣衊香港嘅一個罪名？而家越整越衰啊！即係咧，香港係即係你唔探討又唔講，因為你每一個問題其實都會連落去香港，即係嗰個核心嗰個嘅政治裏邊，每一單都連到落去咁就係。咁當然啦，因為已經係案件太多啦，實在多到我覺得有少少唔尋常。係嘛？所以今集我又想講下有咩化解嘅方法啦，係咪？作為前香港人，係嘛？咁移民英國，因為我始終我係而家我個背景係有2種嘅心境喺裏邊嘅，喺個心中裏邊嘅。個腦裏邊都係有香港、英國嘅2個思維模式喺度嘅。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當你跳咗出嚟呢個 matrix 個世界係點樣？你諗嘢方式有咩唔同？係嘛？跳咗出嚟係咪好啲咧？咁呢度咧我都會想講下。首先香港咧而家問題咧就係有好多嗰啲嘅問題係一個即係打咗個結嘅，你係解唔到嘅。呢個我知嘅，即係我自己喺香港我知，係嘛？我喺香港樓又買唔到，係嘛？返工。又唔係話特別出色，好 average 嘅人，我只能夠做嘅嘢咧就係減低自己嘅慾望 ，OK， 去度過自己嘅一生餘生咁樣。我覺得我要嘗試去推揚呢樣嘢咯，即係去一個即係叫做低慾望嘅生活對大家喺而家我諗現在嘅香港人嚟講咧，都係有幫助。因為而家你睇翻有幾單都係個慾望過大出咗事，呢啲即係我而家能夠可以即係同大家去即係個意識上邊最快幫到大家咧，就係推行呢個嘅低慾望生活，係嘛？譬如有一單就係屯門大興原來係3個攞地庫，係嘛？就個男人又即係又有以前有老婆。跟住又有個新嘅女友，咁ABCD 咁樣啦咁樣就落地庫啦。如果譬如每一個人都開始降低嘅慾望，其實成件事就冇呢件事發生，係嘛？咁有一啲可能又可能負資產，係嘛？負資產嗰啲又點樣做咧？譬如負資產，你其實就係一開始就唔好買樓，係嘛？件事會唔會好啲？係嘛咁樣？或者如果你有嚿錢，
不妨咁樣咯，真係移民咯。即係而家你成個香港嘅樓價其實都唔係俾所謂嘅人去買㗎啦，所以佢嗰個城市嘅有物業嘅基數係好低嘅，得4至5成嘅啫。發達國家如新加坡咧係去到9成，全部都係個物業係自己擁有。原因就係根本就係好多人對而家嘅樓價係冇信心，點買呢？咁貴係嘛？買得到嗰啲係講緊幾年前、幾廿年前係嘛？即係佢哋買落嘅變翻做即係自己嘅資產咁樣。年輕人即係越嚟越難啦買層樓係嘛？同我當年一樣嘅咋又唔知即係而家係跌咗3成。但係雖則知道由高位跌3成，其實個價都係好高即係我哋以前19年嗰個價亦都唔合理所以我上街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個樓價。所以如果既然係咁，不如大家咁樣啦，即係我又唔係話即係我想即係叫做係用我嘅經驗話俾大家聽條生路係點行啦，係咪？香港我哋就用盡佢啦我哋假設啦，即係你而家住喺香港我諗老中青都可以諗一諗，係咪？即係如果你嘅心中我諗老人家呢個問題可能會少啲話中年人士會比較多少少呢啲問題，因為中年人士咧，我講過係即係上邊長輩4大長老要你養，係咪？下邊嗰啲小朋友又係要你養，咁你自己係一條友或者你個老婆咁樣，咁你點樣頂呢個壓力咧？其實好難嘅除非你屋企係咩李嘉誠、何鴻燊咁樣，咁俾幾廿億你，咁你一定頂到，係嘛？咁個個人都唔係有依副即係有呢個咁嘅金錢嘅，根本上就係好容易崩盤崩潰咁點做咧？係嘛？咁如果中年人士嚟講，我自己覺得就盡量減低自己慾望啦有一嚿錢嘅，如果你覺得喺香港開始生活覺得厭倦係嘛？又可能或者你覺得呢啲咁嘅慾望可能亦都唔係你需要嘅，不妨諗下移民咯移民坦白講係過緊啲低慾望嘅生活嘅，我哋呢邊就係但係因為佢低慾望咧，反而係撻着你嘅即係嗰個生命嘅意志。香港係一個高慾望城市，係嘛？乜都講錢，乜都講即係享受，係嘛？但係呢啲咁嘅享受咧，其實最終係要還咯。香港係每一個享受都要還。我譬如我提早買樓啦，係嘛？30零歲買樓啦。其實好正常啦，30零歲買樓係咪？全世界都係咁樣啦，係咪？30歲到買樓咁樣，但係香港你一買你就會變咗做借貸，借貸你就會變咗做一個奴隸，奴隸又點樣咧？係嘛？咁啊，好似上次有一單恒生經理嗰單啦，就係咁樣，即係當你借到好大，跟住嗰個數又還唔到咁樣，係嘛？個人就會好容易有偏差。係嘛？如果你還完基本步，我有錢嘅，係嘛？我儲起佢，係嘛？甚至學影寶咁啊，去曼城，係嘛？曼城始終佢而家個樓價係合理嘅，都升咗㗎啦。其實但係如果你話喂住上去 Bolton，佢好多嘅呢啲鎮仔，好多鎮仔都未開發嘅。總之 Greater Manchester 再出少少都得嘅。你 Greater Manchester 真係好貴啦，啲嘢開始。但係我所謂嘅好貴啦，咁我呢度譬如我係講緊我8、4萬買入嘅，而家我諗一定要8、5萬㗎啦，8、6萬可能我嗌8、6萬都有人買，即係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嘅，8、5就肯定企硬㗎啦，即係你都見到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咯。你喺香港揾百零萬可能係好容易嘅事，係嘛？但係如果叫你20年、30年不變咁樣去揾錢，你就會好辛苦。因為尤其是人到中年咧，去到嗰個關口嗰陣時咧，
你唔會再想好似後生嗰陣時不停咁樣搏殺。咪有啲人好中意做嘅，做到死嗰日嘅咁啊，即係每個人都嗰個意志唔同啦，或者係志向唔同啦，係嘛？但我相信好多人都可能有機會好似我咁諗嘅，即係有個機會就係想停一停，唔想做躺一躺平咁樣，係嘛？咁但係你而家你香港係唔容許你躺平噶嘛？你又要買樓，又要成 A、B、C、D 咁樣我只能夠話移民有個好處就係當你冇晒身邊嘅人，冇人再嘈你，係嘛？你過翻你自己嘅生活啦，你自己決定嘅生活。即係英國，即係移民嚟講係有一個咁嘅，我覺得對於某啲人嚟講，如果有需要嘅就用咯。但係千祈唔好一個錯覺，呢度係享受只會比香港更加難玩嘅嗰個事情係咁樣。但係呢種難玩係會磨練你嘅生命嘅意志。呢種意志咧就你四海皆適用噶啦，即係拎去任何各地。坦白講，我喺英國生存到嘅話，我任何個地方咧，而家移民我都唔驚，係嘛？冇一個地方比英國難噶啦，又冇嘢做，係嘛？生活又貴咁樣，係嘛？咁我都捱咗4年，係嘛？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嗰個生命之火會喺呢度係練到出嚟咯，係特別即係旺盛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就可以叫做即係我只能夠提供多一個方法咯，即係你可以改變你嘅人生即係我知好難嘅，即係有啲局嚟噶嘛，即係你喺香港係一個局嚟噶嘛，你局中人一定係迷茫，係嘛？亦都唔容許你去有咩走動去喐咁樣甚至有啲人冇 BNO 嘅點樣走咧咁樣，係嘛？咁雖然而家全世界啦都喺度反緊新移民啦，但係其實你都見到啦，點解啲人要倒翻轉？點解有啲人要去移民咧？係嘛？就因為知道有啲地方係真係人吃人咯，你幾可聽到有啲人會移民大灣區係咪？移民香港嘅人通常都係咩啊？大陸人移落嚟嘅啫，係嘛？世界各地嘅人，你話移入嚟香港嘅話咧，我諗都係屬於少數嘅，係嘛？反而英國咧就有一大堆人移過嚟佢啲物價係貴又成咁樣，但係始終佢呢度都真係享有翻一定嘅自由即係自由嘅思想空間咁樣，你唔會話因為一句半句當然佢都有個街拉啦，你知有啲嘢係真係唔講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 normally， 你話批評下政府呢啲係可以嘅唔會話即係唔會話你唱衰誣衊就拉你嘅，係嘛？即係咁樣係咯。咁香港希望就即係。好難啦，好難叫政府去處理呢啲嘢啦，即係去關心下啲人啦我好簡單啫，其實佢派下錢，可能啲人都唔需要咁樣啦起碼衝起咗先啦。你派1000、2000蚊，大家開心咗，可能呢啲事都少咗嘅我有一個咁嘅想法咁講住咁多，多謝收睇。